摆脱3档疫情困扰，中华艺术科技大学6月10号盛大举办毕业典礼。今年理学干部加研究所总共2155位毕业生场面盛大，包括名誉董事长陈启瑞、立委王定宇等贵宾拢到场祝贺。会中各系所毕业生代表对校长孙玉明手中接下毕业证书，同时进行拨穗仪式。除了恭喜大家完成学业，慢慢勉励毕业生准备好迎接后一个阶段挑战。这一刻，我想必各位同学们心里有不同的感受，是继续进修，或者是进入职场，又或者是你有什么的人生规划，我认为都没有关系。最重要的是各位同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你们对未来有信心吗？有啊，赞。这就是华艺大学毕业典礼，我们常会说祝大家一帆风顺、鹏程万里，但是社会不是这样子的。当你们离开学校，社会是充满着挫折，充满着刁难、挑剔，不是每个人都会体谅你的。所以祝福各位同学，毕业以后要有面对挫折的能力。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一直以护理、艺术经验加验光等办学成果为骄傲，毕业校友尽力这场拢有杰出的表现，嘛成为就业的保障。典礼内外，这亲友团嘛专程来翕相留念，祝福毕业生迈向新的阶段，创造无限的可能。新闻官及采访报道。